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你捅成这样用的啊？那张相片哦，晃成这样呢，一上瘾变做2上瘾，还洗出这么个啊？你那张看起来唔会差哦。佢烧起来真强嘞吼。 水鬼，用的啊！你个新恋情吼，进展都嘛个长途啊！哎，到几个啊？嘛个几个啊？你莫色老头用的好无？哎，无礼貌呢，还要关心你呢。你莫向我讲哦，就算了啊。阿吕哥，头下亲像送到杨淑慧心肝的呢。 了解用呀？你真无聊呢！你请伊老去讲，俺没交男朋友啊？哈，你的猪头哦！你按我老弟讲哦，金书上站就贵啦。哦，咁用干啥啦？用干啥？按都起钱干啥？用干啥？不过，哎，你做乜个要起钱去啊？ 俺嘛唔知啊，迄味道嘛个，老去就无嘛个好地啊，伊感觉老长心意演讲哦，还较有意思呢。哎，古说你读什么哦？嘛个透唔透啊？同你个暖团神经病。哎，乜个神经病？唔真讲么啦？你下吼都老好戏冲突咧，哪有乜个闹嘢好看？你哦。 唔是来看我嘅闹眼，我为了看你嘅闹眼。乜个意思啊？哪能乜个闹嘢好看？迄讲哦，阿干妹看到嗰種相片哦，佢聽說會啃死嘅啦。到時間哦，我就做得看一出爭風吃醋嘅好戲咯。死鬼，敢亏我！老票你先慢啊。敢有感性嘅問題啊？ 看在你都會那麼熱啦，我當歡喜哦，講你到吉普對唔朋友嘅技巧啊。哎呦，死鬼啊！你聽乜嘅啊？起碼我老頂進一次見嘅進展，比你都有喊卡順息啊。哦，很拽嘛，小鬼。看我的哦，有了修理你。我掉，我掉啊！ 阿雷哥，我看翻伊哦，實實老好去做鐵啊！嗰個公民哦，就公民，我廢鐵就向佢廢鐵啦，哦。哎，你哋喺度搞我啊？哼，我走。唉，太子俩死鬼唔會查呢，做得到感情的事情哦，處理都按明斷果決的。
俺不要我该拍个付出开仓，你会来吗？哎，要考虑考虑啊，张哥讲啦。阿瑞哥咧？阿水，阿瑞哥伫演艺片迄第摆表演呢，伊本爱到去8点钟啊，去8点钟就会啦。阿群宇，了上迄阿瑞哥的付出处女秀啊，演应该去看伊表演啊。无吵的啦，爱讲做唔得去就做唔得去啊。毋过，我想要看阿瑞哥唱歌的样诶，听说青岩岛。因为较无差啊。坐下上个巴士到火车头，过后过10分钟就到迄度啦。问题解决了啊，阿春呀，做得起无啊？做唔得啊，唔对啊，拢未成年的，做唔得去夜店，会本人啊叫出来。等阿瑞哥转来啊，再唱一摆本人就弹就好个啊。哦，佮气氛哦，涨青岛呢。阿春呀，我18岁啊，我做得起啊。我也暴力狂。你莫唱很多。好嘞啦，好嘞啦，无吵的，食饭食饭，吵呀人体嘞，食。阿春，本爱就去啦。莫讲遐啊，食饭。根本无人通去弹歌的嘛。跳过雨的命运，就算爱离开爱伤，要仍然爱会转来。流浪啊，佢迄万人，因为后来看佢嘅目神无汹涌，做嘛个爱嘅心处一下。流浪啊，走唔用冇留结束歌唱听哦。你冇看到，根本冇人通下这唱歌呀！几条歌的根本唱听，根本冇人要知啦。阿瑞，也系听日上班呢，嘛嘅事情原一下就过去了啊。我这么爱原谅这种事情。好久不见！你的好朋友也来喽。高手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因为我们要给你个 surprise 啊！这个送你。Oh my god！ 哎，他是谁？他是那个。你好，我叫 Linda， 是阿磊的女朋友。什么？女朋友？阿磊，你拒绝我是因为他？哎，跟那无关，你不要乱想。Linda 是我的前女友。阿磊，我
听琳达说你到乡下地方驻唱，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何苦啊？唱歌在哪唱不是都一样，只要动听就好了，音乐无国界嘛。但是这里的人不懂摇滚，你没发现没人在听你唱歌吗？干什么受这种气？我说那什么高低手的我叫高手。啊，随便啦，谁说这里的人不懂摇滚？我就是懂，深深也懂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会支持阿磊，一辈子都会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泛指其他人，不是针对你们2位。阿雷，你真的不考虑重组天地雷，重新走回创作吗？是啊，阿雷，创作才是乐团的生命，即使再苦闷，都要埋头一直做下去。这是你以前最常跟我说的。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吃泡面吃了1个多月，终于苦等到演唱的机会吗？当然记得啊。结果啊，高手这家伙啊，一开始就给我肠胃炎，害我们的演唱会都泡汤了。我最后还是求了许多主办单位，最后还不是让我们唱了。我还记得天地雷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，我特地去帮大家找了同款的红色内裤，因为高手说这样手唱才会红。那个是阿雷的点子，不要赖我头上 ，OK？结果你还帮我买了5条同款式的制作内裤，真是被你打败。也是这个阿雷，上分都本来唔敢把感激，原来佢老爱完全係無共用世界嘅人，到一隻空間度，我就像係假出來嘅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慢慢聊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晨晨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你还有朋友要招呼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可是你今天没有骑脚踏车。我送深深回去。阿磊，你还没带我参观你们的主题客房呢，快点带我去看看你们的创意嘛。深深，现在情况危急，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，让琳达这个程咬金知难而退。我们又不是阿磊什么人，人家前女友跟好朋友来看他，这样很好啊。怎么可以啊，深深？虽然啊，阿磊已经拒绝我啦，可是他说过我是查克的一份子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帮你的啦。而且我们也是老朋友啦，深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我的小爱化作大爱，让你们永结同心的。永结同心，卡莫伊，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不夸张啊，深深，我一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啊！琳达那个讨厌鬼，你呀、看他曾经抛弃过阿磊。我们现在可是处于备战状态，深深，你千万不能放弃哦。今半夜才發現，對愛情，我竟然連阿甘妹一般樂觀到勇氣都冇。好了，现在只剩我们2个人了。你说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会忽然回台湾？琳达，你怎么了？说起来真丢脸，我在结婚的前一天被未婚夫抛弃。连积蓄都被他骗光了，很惨吧？台北的房子也被他卖掉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地方住，才跑来你这边看看，老朋友可不可以让我赊账？说这什么傻话？你就先住我这儿，账我来付吧。累，你真好。小事一桩了。还有，你也不要太沮丧了，知道吗？
记得，老天爷给了你一个难题，他还会再给你一个出口的。阿雷，每次你的一句话，都可以把我从地狱里抓回来。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有，你有，阿雷。我们每次……我昨晚没有睡好，有点困了，我先去休息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哎呦，阿瑞啊，阿瑞啊，哎，實在好痛啊，阿瑞啊！哎呀，宋梅，夠不敢睡10分鐘啦！哎呀，阿瑞啊，阿瑞啊，以前迄女朋友啊，Linda，你有要伫演舞卡？哎呦，伊喘不來啦！你喘不來啊？你有冇老愛講啊？哎呦，海硬哦，跳嚇到要死哦！哎呀，宋梅啊，伊有咩鬼嘅？冇水啊，風蟲啊！哎呀，宋梅啊，佮拜託你，本來到睡5分鐘都好咧啦。你迄寧漢呢？吼，你有冇本記哦？老太子甲煮酒啊？風蟲！啊？佢要煮酒？哎呀，宋梅啊，要做成好事都好咧啦，趕緊賣煮的啦。你講迄乜嘅啊？聽下去。等來！难道我在做梦？家里竟然有美女在做早餐呢！小朋友，你这么会说话，想必一定有很多小女朋友吧？哪有？我没有女朋友了。那婷婷哦，请问你是谁啊？阿雷，早餐快好了，快点快点来，你在这边先坐一下，马上就来。怎么我认识你那么久，今天才知道你会做早餐啊？阿雷，你不要取笑我了，人家今天亲手帮你做早餐呢。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原来这位小姐是阿雷哥的新欢啊！不会是昨天在泡拔到的吧？小乖，不要乱讲。你们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阿雷哥的新欢，我是他的旧爱。旧爱。没想到阿吕哥了只新招，很有像面膜安样嘅女朋友。誒，迄頭擺嘅女朋友，我哋嗰頭開始做咗嘅事，唔係要講咧。關機咁係以前嘅女朋友，啱識到啊，一定會高興下。佢尋尋情長用個啥？我見拉到阿瑞哥會留尋尋情長用下誒。人哋咁唔會知道嘅Linda懂假咩？迄個我係阿雷哥，我聽說會托潛潛先生。你唔好認為Linda阿姐上了東家，超級毒氣啊！咩叫目測啊？我也很喜歡尋尋情長，不過Linda阿姐長得有點像我嘅樣相。萬英啊，棉花糖嘅蛀蟲果子啊，迄個我係阿瑞哥。我也唔知會痛乜嘢。都因為佢上來唱人偶像，你都唔知我痛乜嘢啊？笑容，人哋睇聲形容咧。講會。太子，迄個你喺阿雷哥，你要痛乜嘢啊？我哋都一件事情哦，你條險險都冇，講叫咗偷盲人啊！哎，你难得来，干嘛急着回去啊？练团啊，唱片公司盯得很紧，好不容易有2天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又要走了。干嘛讲的好像坐牢一样？
是有点像。阿磊啊，这次除了琳达叫我来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想跟你谈谈冲组乐团的事情，你考虑一下好不好？虽然这几年唱片不景气，但是乐团始终有它的市场。只要你肯点头，我可以找到资方。你现在也算是有名气啊，干嘛要重组天地的？那不一样啊！记得当年我们组团的时候说过，团在人在，团散人去。你还记得？当然了，虽然我现在签了唱片公司，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当初单纯又青涩的坚持。阿磊，我说重组乐团的事情是认真的，不是开玩笑。你考虑一下好不好？走了。不管多久，我们都会等你的。天气好清爽，陌上也好香。干妹啊，你是不开杂货店，要去公司上班哦？哎呦，没有啦，春怡，我昨天还在聊天室遇到一个网友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好有话聊哦。他说他喜欢做 OL 打扮的女生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天一大早就去买的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衣服很好看啊，可是不像你会穿的呢。哎呦，看久了就习惯了。习惯是习惯啊，不过啊，人啊都有自己的型，还是做自己最自然。话是这样说没错，可是如果能够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做改变，那不是件很幸福的事吗？人见过没有？没有。没见过就这么冲动，这样好吗？谈恋爱本来就是要冲动啊，而且我刚被阿磊拒绝，如果我不赶快找一个新的目标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？祝福你，请他小心。记账，记账。哎，春怡，怎么又记账？啊，祝福我，为什么要叫他小心？小玉，一餐正經踢飯碰碰痛咧。當然進來都想用同人討論，你想擺考試退步暗多，個安尼哦，下一擺你就變做比利時咧。唔會啦。明路哦，行係唔好踢飯，嗰種假嘅空間哦，係當危險嘅呢。你冇看天氣總係要做出來啊！講那個名譽個騙人，我生意哦，唔好害假本影片嘅事情。那就像喺討論有冇講愛見面。係講人能夠見面哦，我聽出會主動啊。今天的菜味道真怪，真难吃。小孩子意见不要这么多。琳达小姐，不好意思哦，小朋友习惯吃我做的菜啦，啊，你不要介意哈。今天的菜是琳达姐做的，其实也没那么难吃啊。是根本就不能吃啊！哎，小鬼啊，有的吃就吃，不想吃啊就回房间去，啰嗦。对不起哦，大家，我不太会做菜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但是我帮大家挑一些礼物，就当做补偿大家，好不好？春怡啊，这件送你。
哎呀，琳达小姐，这，你来我们家做客，又帮我们做饭，怎么好意思？我不要了，你明天拿回去退钱了哈。哎，春姨，我挑了好久，你不要拒绝我嘛。这也不是钱的问题啦，嘿，我没有场合，也没有地点穿这么亮的衣服啦哈。实在很难想象哎，阿春怡穿亮片旗袍会是什么样子？好笑。不止好笑吧，应该很像没有钱的电子花车哎。大志，这套送你。这下更妙了，暴力狂穿西装，真的很搞笑哎。到嘴啊！不好意思哦，我不可能有机会穿着西装的，而且这也不是我的 style。小柔，这件送你，你试试看嘛，一定很可爱的这件。琳达姐，小荣才国一耶，你送她这个，不如送她薄纱睡衣算了。这么很艰苦啊，又冇讲几嘛噶？喂，老公呀，吃饭。领导 ，sorry， 不是那些小孩子不领情，只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他们，所以才会买错东西啊。那些东西啊，真的不适合他们。阿雷，我是为了你才会买那些东西讨好他们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要为了我去讨好任何人，那不是你啊。还有，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Linda，很多事情是要量力而为的。你现在还在负债，别乱花钱。阿雷，我做这些你不领情就算了，可是我也不想白吃白住，我也想尽一份心力啊，不然我根本不会做菜，还花一下午准备。刚刚为了炸鱼，还被热油烫到，好痛。阿雷。晨晨，阿雷，先回去吧，我帮你擦药。喂，唐晨晨，我是洗米啦。咱唔讲哦，我有一则爆炸性的消息，我要结婚呢。真紧的哦，嘛个时间啊？
晨晨，晨晨。阿雷，莫看到哎哟，都要误飞呢。我用买到晨晨讲较好呢。阿雷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琳达，你自己心里很清楚，我不是你想要的男人。我不是那种随时可以提供你名牌，或者是每年陪你到欧洲或纽约下片的男人。不要因为一时的彷徨无助，说出这样的话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女人。难道我就这么肤浅？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想要真正的了解我？就连我们分手，你也不问我原因，也不挽留。难道我在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？可是分手是你主动提出的，不是吗？你用那么坚定的语气跟我提出分手，一定有你的理由。我争取有用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你看到我难过狼狈的样子？重新在一起，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也不是我一时的彷徨无助，把你当成我的避风港，而是你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一直在我心里。你说过，你会照顾我一辈子。可是你选择了放弃，不是吗？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阿雷。除非现在你对他的情感多过于对我的。爱情是不能拿来做比较的。麻烦你，让我静一静。晚安。拍创条天的，都会老了酸笨惨惨的，因为没到安用。就连我们分手，你也不问我原因，也不挽留。难道我在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？我因为自家要得到了种亲近度了。白痴，自家倒在中意蔓延，都没唔清楚。谁呀？
阿妹，下礼拜你做的啊？好，今日等你。妈咪拜拜。小勇，阿妹礼拜日来看呀。พี่公礼拜你会带俺去吃饭买东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小勇，你相信阿妹吼，礼拜日啊，寒假就到嘞，哈。我想爱做新的洋装，然后俺阿妹出去。好，哎，你个新的洋装哦，俺拿出来熨呢，哈。啥都落去啦，放鱼都按做，莫听错都是这本音放鸽子哦。有样还乌鸦嘴。希望热台，希望喊卡台啊，你莫听过哦。OK， 去图书。把你录这个。你冇乱讲。我没出去啊。我没听说过乱嘅。你冇来啦。听说过乱。好呀。迄草案部敢迄顺风吼？做咩啊？唔敢要顶下间房总监司呀？唔因为顶下所以唔好咧。也暗做旁观者清啊。虽然哦，你个人哦吊儿郎当，不过你个心嘛，个永远有念口的。也哈，当抽那通哦，对等沉沉老领导哦，哎弄个啥哦。说咩啊？你看我敢要变演导嘞，因为副演变抢手货嘞。没有，想你个头嘞！沉沉哦，你个感情方又受过伤，佢喊叫啊就丢在去的，会让你上书啊，哈！佢哦唔会让你着搞迄三角习题啦，你哦抢爱踩踩踏踏哦，佢喊叫哦就丢转去的，你自家哦要想清楚着的哈。说咩啊？你较中意晨晨还是琳达？嘿，嘿，你爱偷补娘，还爱偷补娘啊？啊？那个事情哦，唔好问爱啊，问你自家。问爱自家，我心肝老爱头脑，明天的目标永远用个啥？哎呀！橘子，给你拿罐饮料啊。这，嗨，你不会是橘子他妈吧？这样穿不像端庄的轻熟女吗？轻熟女，好像重了一点呢，离轻熟女啊还有一段距离啊。会吗？会吗？哦，不会。真的被我网友给骗了，难怪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那男生都喜欢女孩子怎么穿啊？哎呀，每个男人喜欢的调调都不一样嘛。有的人喜欢熟女，有的喜欢辣妹，环肥燕瘦都有人爱啊。有瘦等于没瘦。那你喜欢女孩子怎么穿？哎呦，就像深深老师穿的那样就很 OK 嘛。哦，你喜欢的是深深老师，不是琳达。阿磊，阿磊啊，20块。哦。我还是做回我的橘子好了。晨晨，見唔見你？
董晨晨要哈某逢偏袒天发，向你留发。晨晨，你用毛去接我的天花，我嘅衫你应该唔会认唔出来啦哦。我了伫太树下，头下有一隻細妹去市場茶經過，我捌到迄年。有事情啦，我請迄上海人講，今晡日風真舒爽，太陽真溫暖。都在啲做乜嘅啊？琳达，珊珊，我知道这样来找你有点唐突。可是我觉得有些话说清楚，对你对我都好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阿雷。那时候你为什么要和阿雷分手？可能是因为寂寞吧。以前的阿雷眼中只有乐团。我总是等待，等待，又等待。我发现，我好像进入不了阿雷的内心。他的眼中只有乐团跟音乐。他心里还有我吗？他在乎我吗？也许，我想考验我跟他之间吧。可是。现在我才知道，爱情是不可以考验的。那么你这次回来，不再害怕寂寞了吗？虽然我跟阿雷说，是我被未婚夫骗，被悔婚，但事实上，并不是这样。在婚礼上面落跑的人，是我。是你，因为我发现我还深深爱着阿雷。我不想让自己后悔。深深，我今天来。不是要表达什么立场，只是想知道你跟阿雷。我跟阿雷只是朋友，一般朋友。一般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太子，你到底係去到那片啊？支持嘛嘅啊？迄去到青青先生那片，行迄領大概片啊？呢個問題應該問阿雷過吧？又唔係捱老記條談戀愛啊？當然係唔同嘅人戀愛啊，不過青青先生係俺嘅先生，唔敢唔會知道，俺應該幫阿雷哥遇到壓力。本領大自家推出咩？阿雷哥中意問人，人有冇權利插佢啊 ？OK？ 人哋細賴是係安尼啦，有事情就相互 cover， 雙腳踏雙船，真嘅係拉敗。唔講嘛，你叫他兩條船啊？你自家啲啦。你神經病咩？就唔啲人講嘛，佢自家弟弟啊？你唔啲講怪啊？按法路線。冇講到藝片哦。唔見邊有記得錄天嘅哦。
弟啦，请啰嗦嘞。你个免你啰嗦啊！6、8年文字应该都清清楚俺意思了吼。层层按聪明，应该唔是俺计算目嘅。不过此意思条到了下，佢都无非爱天发咧，太快哦，还啲个欠哎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你，晒散了一天的你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，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，不用怕晒散